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呢一集嘅內容。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一講起投資理財，你個腦入面第一時間會浮現啲咩畫面？係咪一堆密密麻麻、睇到眼花嘅 K 線圖，定係好似電影《華爾街狼人》咁，班人日日望實個市，大嗌買入賣出？或者你身邊總有一兩個朋友，成日神神秘秘話有隻內幕消息股叫你跟？如果你同大部分人一樣覺得理財好複雜、好大壓力，甚至覺得我呢啲普通打工仔邊識咁多，咁今日呢一集絕對係為你而設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本理財界嘅聖經，由 J.L. Collins 寫嘅《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》。呢本書嘅誕生故事其實好有愛，作者個女完全唔中意理財，覺得呢啲數字嘢好悶、好煩。J.L. Collins 擔心個女大個咗會俾人呃，或者因為唔識理財而要成世做份唔中意嘅工，於是佢就寫咗一系列嘅信俾個女，用最簡單連小朋友都聽得明嘅方式，教佢點樣可以唔使睇市、唔使揀股、唔使聽財經新聞，都可以慢慢變得有錢。呢啲信後來喺網上爆紅，最後結集成書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睇下點樣用最懶嘅方法行呢條致富之路。第一部分 FU Money 買回人生選擇權的底氣。呢本書一開波就提出咗一個好正、好有共鳴嘅概念，叫做 FU Money。字面意思大家心領神會啦，我哋斯文啲叫佢做自由之財或者 Say No 嘅底氣。好多人以為儲錢係為咗買名牌包包、買名車或者去歐洲旅行打卡，但 J.L. Collins 話，投資最核心、最珍貴嘅回報其實唔係物質，而係買翻自己的人生選擇權。大家想象下，如果你銀行存款得幾千蚊，每個月都係月光族，就算你老闆再衰，份工再大壓力，你都只可以忍氣吞聲，因為你驚聽日無錢交租。但如果你戶口有一筆足夠你生活一兩年，甚至10年、8年嘅積蓄，你嘅心態會完全唔同。當你遇到一個極度唔尊重你嘅老闆，或者一份要你犧牲健康嘅工作時，你可以好淡定咁講句 Sorry, I don't need this， 然後瀟灑離場。呢種唔使為5斗米折腰嘅自由，先係真正嘅財富。咁要點樣先儲到呢筆錢？作者俾咗個好直接，甚至直接到有啲難聽嘅方程式。第一，消費要低於收入，唔好為咗睇落好有錢而買嘢。你要分清楚需要同想要，唔好俾社交媒體啲廣告洗腦。第二，避開債務，特別係卡數，債務係會食咗你未來自由嘅怪物。第三，將剩餘嘅錢投資，唔係淨係放喺儲蓄戶口俾通脹食咗佢，而係要讓錢幫你做嘢。第二部分，買下整個市場，點解懶先係贏家？好啦，儲到錢，下一步買咩好？好多人會諗，係咪要學睇報表？係咪要跟財經台啲專家買？J.L. Collins 嘅投資哲學得一個字：懶。佢極度反對普通人去揀股或者預測市場。點解？因為數據話俾我哋聽，就連華爾街嗰班坐擁超級電腦同頂尖數學家嘅基金經理，長線落嚟都有超過90%係跑輸大市嘅。既然專業人士都做唔到，點解我哋要覺得自己可以贏？佢推薦嘅 Simple Path 就係買入廣泛嘅指數基金。喺書入面，佢最推介嘅係 VTSAX， 對應嘅 ETF 係 VTI。買入呢類基金，等於你一鋪過買晒全美國幾千間上市公司。呢度有一個好正嘅比喻，股神巴菲特嘅老師格雷厄姆講過，與其喺禾稈草入面秒條針，不如直接買起成堆禾稈草。買指數基金就係買起成堆禾稈草。蘋果賺錢，你有份；微軟賺錢，你有份。就算聽日有幾間小公司執笠，對成個大市幾千間公司嚟講，影響都微乎其微。第三部分，複利效應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吓？咁樣買大市真係會發達咩？等我同大家計條數，睇下複利效應呢個世界第8大奇蹟係幾咁驚人。假設你由25歲開始，每個月只係儲5000蚊入去，一個平均年回報8%嘅指數基金，呢個係美股長線嘅平均回報。等你60歲退休嘅時候，你估你有幾多錢？答案係大約1000萬港幣，而你實際攞出嚟嘅本金其實只係200幾萬。剩返嗰700幾萬，全部都係錢滾錢生出嚟嘅。呢個就係 J.L. Collins 叫個女一定要盡早開始投資嘅原因。時間係你最好嘅朋友。
另外，好多香港聽眾會問：我買盈富基金2800得唔得呀？雖然2800係香港人嘅情意結，亦都係指數基金，但 JL Collins 嘅觀點係，你要買嘅係不斷增長嘅市場。如果我哋對比翻過去10幾年，美股 VTI 嘅升幅係遠遠超過恒生指數嘅，原因係美股包含咗全球最強嘅科技股同創新企業，所以如果你想跟足書入面呢條致富路，將視野放眼全球或者美股市場，長線贏面會大好多。唔係話2800唔好，但如果你追求嘅係強大嘅資本增值，美股指數基金暫時依然係世界最強嘅跑車。第4部分，對抗波動，心理先係決勝負。不過呢條路雖然聽落簡單，但絕對唔係容易。JL Collins 提醒大家，你一定要準備好面對一個敵人，就係市場波動。股市唔係直線上升嘅，佢一定會跌，而且有時跌得好恐怖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2020年疫情爆發，個市會喺幾個星期內跌2-3成，甚至一半。好多人喺呢個時候會因為恐慌而賣走，咁就真正由賬面虧蝕變咗血本無歸。作者教我哋，當大跌市來臨嘅時候，你要做嘅動作只有一個，乜都唔好做。冇錯，係乜都唔好做。唔好開個股票 app 睇，唔好聽班專家估底，更加唔好睇啲標題黨嘅新聞。你要明白，股市暴跌係市場運作嘅必然部分，就好似冬天一定會嚟咁。只要你無借錢炒股，只要你買嘅係整個大市，你只需要死揸唔放 buy and hold， 甚至有閒錢就趁低吸納，市場最終係會破頂嘅。呢度考嘅唔係你嘅智商，而係你嘅胃口。你能唔能夠喺個市跌緊30%嘅時候，依然安穩咁瞓得着覺？如果你做到，你就有資格贏到時間帶嚟嘅巨大紅利。最後，我想總結一下《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》呢本書教我哋嘅致富3部曲：生活簡單，減少無謂開支，避開債務，儲下你嘅 FU Money。投資簡單。唔好揀股，唔好股市，直接買入廣泛嘅指數基金，如 VTI 等。心態簡單，面對波動時保持冷靜，讓時間同複利幫你滾雪球。致富從來都唔應該係一件搞到你無日安寢、焦慮爆棚嘅事。理財係為咗等我哋過更好嘅生活，而唔係生活為咗服侍理財。如果你成日因為睇股票睇到食唔安坐唔落，咁你可能已經行錯咗路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或者你身邊都有朋友成日因為買錯股票，或者因為份工做得唔開心，歡迎將呢一段內容分享俾佢聽，亦都記得關注我，等我哋一齊喺理財路上變得更輕鬆、更自由。最後送大家一句話：簡單往往先至係通往財富最快嘅捷徑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